我哋近年大力推動嘅 AI in Education 人工智能加課程發展成果，依家生成式 AI 發展得好快。我哋學校嘅理念係科技不單止係一門學科，更加係要融入現有嘅課程入面，成為學生學習、老師教學嘅最強增能工具。今日我會由語文、科學、數碼素養等多個維度，用真實嘅課堂例子向大家展示我哋點樣帶領學生由認字讀字到駕馭 AI， 開啟佢哋嘅無限潛能。我哋引入咗 AI 輔助工具，例如用 Reading Progress 進行口語訓練。AI 可以即時分析學生嘅讀音同語調，俾到精準嘅質性回饋。另外喺低年級，我哋亦設計咗好似 LKKB Letter Adventure 字母冒險家咁樣嘅 P2 打字遊戲，等小朋友可以喺遊戲化嘅環境入面，好自然咁提升佢哋嘅串字能力，同時對字母詞彙嘅敏感度，令到語文基礎打得更加穩固。跟住呢個例子好有趣，叫識字樂音樂生成。我哋結合咗中文科、音樂科同埋多媒體課業，利用 Suno 呢個 AI 音樂生成平台，例如學生學詩詞歌賦時，好似古詩靜夜思或者贈汪倫，用廣東話口語配以輕快音樂形式，或者 Funky Rap 生成一首新歌。由神經科學角度嚟講，呢種韻律同節奏可以引發左右腦嘅交叉學習，大大幫助記憶。咁樣去背嘅中文詩好玩又情景化。非非是規矩，上咗堂任人也。生時有大湯若何非命，實常因以為民。未理緣何缺內黃水報捷，莫有是抱非錯居眼中衝突成流以下，給望得不死。非少負氣節，尋效掛疑，天志敏強記儲存，又好在是春秋及成統兵法，家貧濕身為重，甚責打單不黴，身有身力未官能玩功300斤，學寫宇宙同寫三書，界中敵義是非，非人講一法，破其產中。除咗生成音樂，我哋仲會用 GNAI 配合 Padlet 平台，好似古詩贈汪倫，學生會輸入對古詩的理解，關鍵字李白乘舟張玉衡，忽聞岸上踏歌聲， AI 就會即時生成相應嘅意境圖。學生透過預習、生成圖、課堂討論同背誦，可以更深刻理解詩句嘅畫面感。最精彩嘅係，我哋仲利用 Chatbot 技術，模擬咗一個唐朝詩人李白。李白會喺 Chatbot 度主動同埋同學打招呼，話聽說你讀過我首詩，過來一齊交流啦。學生可以直接同歷史人物對話，成個中文科變得極具沉浸感同趣味。我哋又聽一聽贈汪倫呢一首詩唱成點？李白乘舟張玉衡，活門岸上踏歌聲。桃花灘水深千尺，不及獲寧送我情。
AI chatbot 除咗扮演古代嘅詩人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用途，譬如可以扮演專業嘅醫生，同個仔攞住呢一張工作紙，以病人嘅方式去問呢一個 AI 虛擬醫生關於佢自己嘅病徵。而呢張工作紙，我哋嘅最重要嘅重點就係要寫低佢問嘅問題，因為我哋希望透過資料嘅搜集，向醫生了解病人，即係同學可能患嘅一啲疾病或者其病因。呢個過程希望將課堂學習變得更加有趣。呢啲生成式嘅工具，除咗可以提升學生嘅學習興趣之外，亦都可以提高教師嘅效能。咁好用嘅工具，當然都會有佢哋嘅風險啦。我哋秉承住價值觀先行嘅態度，喺課程內同埋課程外唔同嘅課堂裏邊呢，正確咁灌輸學生點樣去正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。喺不同嘅課堂裏邊啦，甚至乎我哋會拍一啲校園電視台嘅短片喺午間裏邊播放。我哋會喺一啲專題研習裏邊特登整一啲假嘅 AI 去俾同學去用。我哋點樣具體落地去教假資訊呢？我哋喺防震建築專題入面做咗一個跨學科嘅大膽試驗。老師親自設計咗真同假兩個不同嘅 AI chatbot， 學生喺預習同搜集資料嘅時候，會分別利用呢兩個 chatbot 攞資料，去到課堂上，當大家動手做測試改良完之後，老師就會引導學生進行跨學科嘅深度反思。同學會發現原來 AI 都會講大話，都會提供錯誤資訊。透過呢個切身體會，可以大大提升學生嘅數字素養，令佢哋深刻反思辨認 AI 資訊真偽嘅重要性，唔會盲目相信電腦輸出。依家無論我哋做 project、寫文、有資料，甚至乎諗橋，大家可能第一時間都會打開部電腦或者電話。AI 幫手，生成式 AI 嘅出現，確實徹底改變咗我哋嘅學習模式。但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興沖沖咁走去問 AI 問題，結果佢俾返一堆好公式化、冇用嘅答案。又或者有時佢講到言之鑿鑿，點知最後發現佢係吹水嘅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拆解呢份簡報，主要分為兩大核心。第一，點樣做一個提問專家，將 AI 變成你最強嘅神隊友。第二，點樣做一個有責任感嘅數位公民，喺用 AI 嘅同時，保護好自己嘅獨立思考同誠信。首先我哋睇黑簡報左上角提問的藝術。好多人覺得 AI 唔好用，其實唔係 AI 唔夠聰明，而係我哋未掌握到同佢溝通嘅密碼。要得到高質素，即係所謂嘅 high quality output， 我哋有一個黃金公式。呢個公式包含4個核心元素，缺一不可。角色 role， 你要賦予 AI 一個明確嘅身份，因為 AI 背後嘅數據庫好大。如果你唔限制佢嘅身份，佢就會用最普通、最泛之輩嘅語氣覆你。任務 task 具體清晰咁同佢講，你要佢做咩，動詞要準確。背景 context 呢點好重要，話俾佢知你依家面對緊咩情況，你嘅目標觀眾係邊個。限制 constraints 例如字數限制，唔可以出現咩字眼，要用咩格式，如表格 bullet points 或者咩語氣。大家可以睇下簡報左下角嘅提示詞範例。你是一位專業設計師，角色請為數位科技好處的主題。背景構思3種視覺方案。任務內容需要清晰。限制如果我哋只係普通問，幫我想3個設計方案， AI 可能只會俾啲好大路嘅畫個電腦畫個地球咁。但當你加咗呢條公式， AI 俾出嚟嘅視覺方案就會非常有針對性，即刻可以用得住。當我哋學識咗呢條提問公式，喺日常學習上就可以將 AI Gemini 應用喺3大路徑度。第一個路徑，資料摘要提煉 Data Summarization。有時老師俾咗幾篇好長嘅 reference 文章，或者上網揾到一堆成幾萬字嘅報告，睇到眼都花。呢個時候你可以將文章放落 AI 系統，叫佢幫手提煉重點，列出5大核心觀點。咁樣做
可以幫我哋喺短時間內索入大量資訊，大大提升學習效率。第二個路徑，輔助寫作優化 （Writing Assistance and Optimization）。呢度強調嘅係輔助同優化。當你寫完一篇英文 essay 或者中文報告，你可以叫 AI 幫你檢查下有冇語法錯誤，修辭可唔可以再得體啲，或者語氣啱唔啱。佢係你嘅語用編輯，而唔係代筆。第三個路徑，設計概念的發想 （Design Concept Ideation）。做 group project 最怕撞牆，冇靈感。呢個時候你可以當 AI 係一個24小時隨時候命嘅 team management 隊友，同佢做 brainstorming。叫佢由唔同角度俾10個初稿概念你未必會全盤照抄，但往往佢嘅某一句話就可以引發到你嘅創新思維。講完點樣高效使用，依家我哋要講今日最重要嘅課題。請大家睇右邊，數位公民的責任。AI 能力越強，我哋嘅責任就越大。我哋必須要喺條界線上面分得清咩係綠色安全區 （Green Zone），咩係紅色危險區 （Red Zone）。首先，點樣先算係合理輔助 Green Zone？ 你努力用 AI 激發靈感，叫佢幫手改 grammar， 或者請佢解釋一啲你聽唔明嘅化學概念、歷史背景。最重要嘅一點，保持2次查證。AI 俾你嘅數據、歷史年份，你一定去 Google 或者圖書館交叉核對 cross check， 確保真實性。喺成個過程入面，你先係主導者，你保持緊個人的批判性思考。相反，咩叫濫用同抄襲 Red Zone？ 第一大忌，直接將 AI 產出嘅嘢當成最終成品交上堂，複製、黏貼、copy and paste， 然後寫自己個名。呢個不單止係誠信問題，更加係自己呃自己。第二，未經查證就引用數據。如果你寫根據 AI 顯示2025年香港發生咗某某大事，但其實呢件事根本冇發生過，咁樣你嘅功課就會失去所有人嘅信任。第三，完全依賴算法，喪失個人思考。如果連你想表達咩觀點都要問 AI， 我應該支持定反對，咁你就唔再係一個學習者，而係變成咗算法嘅扯線木偶。點解我哋要咁強調紅綠燈嘅界線？因為簡報下面寫到，我們要警惕看不見的風險。大家一定要知一個概念，叫 AI 幻覺 （AI hallucination）。AI 嘅運作原理係預測下一個最有可能出現嘅字，佢唔係百科全書，佢冇真正嘅意識，所以當佢唔知答案嘅時候，佢會用一種極之自信嘅語氣去編造一個假嘅事實、假嘅論文引用。如果我哋唔小心，就會踏入學術抄襲或者散播假消息嘅陷阱。所以未來不論係老師改你哋嘅功課，定係你哋自己評估作品，我哋都要共同遵守。畫面右下角嘅作品評估3大標準：正確資訊必須有根有據，經得起查證，清晰邏輯條理分明，用自己嘅說話表達，符合道德，堂堂正正，分得清邊啲係自己嘅原創觀點，邊啲係工具嘅輔助，尊重知識產權。咁多位老師同學，AI Gemini 係一個非常強大，甚至可以話係劃時代嘅工具。佢可以幫我哋慳返好多重複性嘅工作，將時間釋放喺真正有深度嘅思考上面。但要記住，工具本身無分好壞，關鍵在於使用者嘅心態。希望今日分享完呢個校本 AI 嘅框架之後，大家喺未來嘅學習路上都能夠靈活運用提問公式，問得聰明，同時時刻警惕風險，用得安全。我哋要做工具嘅主人，而唔係奴隸。